又係同大家自費實測食好嘢嘅時候啊！歡迎收睇離岸食道 Lay On Food Channel。喺香港啊，曾經攞過米芝蓮3星嘅中菜餐廳咧，唔係好多間嘅啫，一隻手數得晒啊！首先有全世界第一間攞米芝蓮3星嘅中菜廳龍景軒啊，但係對唔住啊，呢一間嘢咧我就唔係好識欣賞啊。第二間係唐國，有人生必定要食一次嘅焗釀蟹蓋，跟住就有新同樂，當然要食佢哋嘅魚翅同埋百花釀乳豬。而今日我哋要嚟呢間咧，我哋都經常嚟㗎，因為咧好掛住佢個西一蝦餃。真係好嘢先夠膽拍片介紹俾大家。如果你都中意呢一類自費實測嘅影片嘅話，請你幫手俾個 like、comment、share， 我哋一齊去片。嚟到阿一鮑魚啊，即刻睇睇個點心牌先。趁啲點心未上台啊，面前呢幾碟嘢我都想介紹下喎。呢個腰果唔係炸嘅，係焗嘅，所以咧食落去咧一啲都唔油膩，而且非常香脆。瑤柱豆豉醬嗱，佢自己有得賣嘅，好似係200幾蚊樽啊！瑤柱非常多，豆豉十分甘香啊，攞嚟點啲點心伴住食咧又得，攞嚟咧加落啲炒粉飯麵啊，一齊食又得，空口食當然亦都非常正啦。隔離呢個 XO 醬材料亦都非常豐富啊，辣椒、蝦乾、瑤柱，爆到去香口到不得了啊！阿一鮑魚馳名世一蝦餃王啊！首先望望佢個外表先啦，你睇下隻隻飽滿，精神靚仔，餃皮潔白。一隻隻擺得幾開，分開蒸啊，唔會咧皮黐皮啊，一定唔會整穿個皮。入邊嘅餡料啊，除咗有好爽啖嘅蝦之外咧，仲有筍尖啦，仲有咧一啖汁喺入邊咯嚇。蝦餃有啖汁唔奇怪啊，呢樣係應有嘅。咁啊，啖汁喺邊度走出嚟嘅咧？就係咧入邊有少少嘅豬肉同埋咧肥豬肉啊，蒸好咗之後。嗰啲嘅豬肉入邊嘅汁水，自然咧喺入邊嘅餡料入邊咧出現啦。嗰啖汁咧有埋蝦，有埋筍尖，有埋肉嗰個鮮甜味嚇，所以咧最珍貴嘅地方咧就係呢度嚇，亦都係呢個咧世一蝦餃嘅真正意義啊！嗱，呢度蝦餃啊，蝦咧特別爽，特別咧蝦味咧超級濃郁啊，係一個海蝦嘅味道啊，非常之明顯啊！呢個魚湯蒸蘿蔔糕啊，已經偷食咗一大啖啦。蘿蔔甜、臘味香啊，仲有啲瑤柱絲喺入邊添啊。最重要咧，佢咧係用魚湯代替水嚟撈呢個蘿蔔糕啊，所以蒸出嚟嘅時候額外有一份魚湯嘅鮮甜味啊，呢個非常出色。呢個蘿蔔糕本身咧跟咗個豉油一齊食嘅，但係咧我試過啦啊，唔需要呢個豉油，就咁淨食呢個蘿蔔糕啊，已經非常之好味啊！沙律明蝦角，哇！你睇下炸到金金黃黃，哇！外表好靚仔喎。雖然已經擺咗一陣啦，但係咬落去咧個皮咧都仲係超脆喎。入邊嘅蝦同蝦餃嗰個一樣爽彈，一樣咧咁有豐富嘅海鮮味啊！為防佢個餡啊，因為沙律醬會過濕嘅問題啊，佢就選擇咧沙律醬咧淋上，唔包落個餡度。如果能夠保持到個明蝦角個脆度啊，嗱，你可以話呢個方法有少少偷雞，但係咧我覺得咧都係頗聰明嘅。鳳凰煎糯米雞，將蒸好咗個糯米雞、染雞蛋一齊煎啊！糯米雞個餡入邊啊有雞肉、瑤柱，仲有一隻好靚嘅鹹蛋黃喎。雞肉瑤柱餡炒得非常之濕潤啊，亦都非常之入味。有到鹹蛋黃嘅地方啊，更加好似中獎咁開心啦！飯後甜品。晏晝飲茶咧送嘅，你可以揀蛋白杏仁茶或者呢個陳皮紅豆沙啊。
陳皮紅豆沙繼呢個沙律明蝦角之後咧，就係第二個偷雞之作啊！第一，紅豆沙咧，佢煲好之後係要揾個 blender blend 到爛晒嘅，所以咧你極少會不到咧有一粒粒豆嘅呈現啊！第二，啲陳皮粉係滲上面啊，大家見唔見到啊？咁但係講真，就算唔加呢啲嘅陳皮粉啊，就咁食嗰個紅豆沙咧，我都有基本嗰一個嘅陳皮嘅香味啊，只不過咧加咗呢啲陳皮粉之後咧，更加強調佢嗰個陳皮嗰個香味啫。所以咧話佢偷雞嗱，絕對唔係彈佢啊，能夠運用呢啲小聰明，令到佢嘅食物嘅出品啊非常美味啊，咁就已經搞掂啦。今日嘅介紹就嚟到呢度，如果你都中意呢啲自費實測嘅影片嘅話，請你幫手俾個 like、comment、share、subscribe。下條片我哋再見，拜拜。